人类乳头病毒 HPV 感染甲真侪种的癌症有关系。国民健康署宣布讲，对今年9月开始 ，HPV 疫苗会来开放各种的查甫学生会当免费来做，大约会当增加9万人受惠。 根据卫福部疾管署统计，少年人得着性病的人数是一年比一年较侪。台湾自民国1807年开始，提供针对各种查某学生免费做 HPV 预防射。WHO 嘛建议查某拢做，才会当提升保护的效果。因为女生的这个疫苗已经推动了多年，那我们从现在的一个临床实证看起来 ，HPV 在男性引发的疾病的重要性也是非常的高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推动一个全性别的一个接种。 专家表示，做 HPV 预防射，唔但会当预防查某得着子宫头癌，嘛会当预防查甫得着喙喉癌、本口癌等等。医生嘛表示，做这款预防射无副作用，家长免烦恼。HPV 的感染造成头颈部的癌症，已经超过造成子宫颈癌的事实，所以也因为这样子，在一些先进的国家就开始接种HPV 疫苗，在男性不只是女性。 开始施打，WHO 这样建议，在还没有感染之前是最佳的接种期，好，所以建议是9到14岁。HPV 疫苗是一个单纯蛋白构成的疫苗，它就是 HPV 病毒的外壳的蛋白做成的，它没有活的成分，所以它的副作用其实蛮小的。打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，它主要的不良反应就是局部的注射部位的疼痛、红肿这些，那发生率其实并不高。 国健署嘛提醒民众 ，HPV 预防射无分查甫查某，拢建议爱做。预防射的保护力至少有10年以上。透过宣传，国健署嘛希望民众会当拍破只有查某才爱做这款预防射的观念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